去交翻啲咪再錄。是咪？是咪？是咪？話咁快，所有隊伍已經表演結束，真係精彩絕倫。唔知各項獎項花落誰家呢？喂，等陣先，等陣先，等陣先。聽聞仲有個壓軸嘉賓仲未出場喎。我知啊，我知啊，我班主任啊嘛。吓？你班主任唔通係秀外慧中、敏而好學、文質彬彬嘅蔡燕飛老師出場？哇，咁樣擦鞋㗎你係咪想中文 CA 分拎高啲啊？可惜你估錯咗啦，出嚟唱歌嘅就梗係高大威猛、玉樹臨風、英俊瀟灑、才貌雙全，永遠都青春18歲嘅廖雲俊老師啦！我哋俾啲熱烈嘅掌聲歡迎佢！試咪會唔會吹大咗少少？係 ，hi， 係 ，OK。實算不算頹廢？我問我想法太浪漫，會否吃虧？我問我可有去學習勤勞螞蟻？問到就快虛耗了一世，但我沒法攀上你們階梯，要習慣被金剛圈牢牢控制，訓練到沒有思考，適應這時勢，努力交學費，無奈也被淘汰，教我怎麼上樓梯。成功的方法怎複製？懷疑青春一早瓦解，懷疑青春似個病態，存在世上人不過是個買賣，懷疑出生都心有鬼，懷疑出生我已腐壞，不停不快，頭亦已撞破我了解。我嘅美麗宇宙要被活埋，誰都不可破解。我被按下急速衰老時間掣，怕就怕面對初生的我會慚愧，要被逼實際，尋夢過分昂貴，笑我思想太無稽。人生怎可以給消費？懷疑青春一早瓦解，懷疑青春似個病態，存在世上人不過是個買賣，懷疑出生都心有鬼，懷疑出生我已腐壞，不停不快，頭亦已撞破便要學會乖，放低小我會似養強愉快，遙望往日美麗宇宙要被活埋，誰都不可破解。懷疑很多都不理解，
何時青春背上10屆，還被嚇壞，逃出去代價太大。常人只得一種注解，還誰死掙扎太自大，只兩一塊。明白我們價值去被了解，要私奔到隨緣無人地帶，逃避要合作地轉動偉大巨輪，平躺於新世界。送俾大家一隻 MC 壞人生 ，Thank you。試咪試咪，所有嘅比賽同表演已經圓滿結束，嚟緊就係激動人心嘅頒獎環節啦！相信大家都好期待到底冠軍係邊隊，但係喺頒發冠軍之前，我哋先頒發最佳颱風及團隊精神獎，有請劉文山副校長、傅潤偉副校長上台領獎。我讀啦。獲得最佳颱風及團隊精神獎項嘅係嚟自智社嘅來自星星的你，恭喜晒！接下嚟頒發嘅獎項係最佳演繹獎，有請林令儀副校長上台頒獎。OK， 獲得最佳演繹獎項嘅係智社來自星星的你，恭喜晒！恭喜晒！恭喜晒！最後就梗係大家萬眾期待嘅冠軍啦！有請文家燕校長上台頒獎。萬眾矚目嘅冠軍究竟係邊一隊呢？冇錯，就係智社來自星星的你。
而家頒獎環節已經結束，具體分數方面將會由蔡燕飛老師喺稍後向各社長聽。今次社際歌唱比賽亦都正式完結，再次多謝各位評判嘅支持，同埋陳安如老師、蔡燕飛老師，仲有曾婉如老師嘅策劃，亦都多謝四社主任嘅指導。同時亦都多謝聯課活動組老師同埋鄭天輝老師同佢嘅團隊技術支援。我哋呢次週會已經圓滿結束，而家將會將支咪交翻俾蔡燕飛老師。